我跟你说，这就是酒喝少了，一直没找着感觉呢，多喝点就好了。哎，没酒了，没事，这儿有，来，把这点都喝光啊！哎，干嘛呀？倒这么多，欺负人啊？怎么着？心疼了？怎么着？我替他喝。哎，不用。好，我回去拿酒，还有别的吗？不用，有酒就行。我去洗手间。啊？甭管他们，来，咱喝咱们的。来，干了，别中酒啊！哎，他们俩人呢？这个拿酒，上卫生间了。这最后一盘了。哟，还有啊，李姐。你们还需要吃什么？我再去弄。还要点什么？不知道。那这差不多了吧？您也赶紧休息吧。那我把桌上不用的东西先撤下来。哎，来，我帮你。哎，你们别交我们就行。哦，我在找洗手间。出门向右，左边第一个。谢谢。这厨房挺漂亮的。就你吃这个，别什么？你疯了你！我喜欢你。这演的是哪出啊？应该我问你演的是哪一出？她是你的女朋友。眼下是你自己的事，别来恶心我。周浩，上车！啊？上什么车？上你的车，离开这儿！不是你要和我们走啊？我跟你们一块儿走。啊？不是，走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解释。薛洋，这是什么呀？不是我招谁惹谁了我？哎，你们俩上这车。不是赵文，你现在马上给我一解释，就现在就立刻马上。咱俩完了，我找着下家了，就这么回事儿。什么？我现在心情不好，不想跟你解释那么多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找个时间跟你好好解释清楚这件事儿。毕竟咱俩在一起2年多了，我会念着这份情的。我走了。喂，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？啊，他心情还不好了，啊，他还说会念这份旧情，不是，这事儿的受害者是不是我呀？不是，你跟我说是他没说人话，还是我听不懂人话了？我怎么觉得我都不是地球人了呢？你说说。得了，我陪你出去转转，走一走，说不定就能把事儿理顺了。啊？哟，怎么了这是？哦，我也没太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啊，就是小楚先生的女朋友就跟薛洋吻在了一块儿，然后那个薛洋手里那杯子就掉地上了，小楚先生手里那酒瓶子也全都掉地上了，然后他们就全火了，接着就都出去了。哎，你不会是被那女的给强奔了吧？去车场，别让那些外人跟着。
找地方把俩美眉放下。薛大少心情不好，要飙车。哟，这事儿严重了。行，那把俩妹妹放下，我就过去。好嘞。哎，回来啦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出什么事儿了？上哪儿去了你？啊，怎么回事？我这跟你说话呢，你干嘛去啊？不是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进屋之前我还回头看了你们一眼，看你们都挺高兴的，我心里还想，嘿，还真不错。怎么一会儿就又啐东西，然后薛洋又走了？你三爸可着急了，他上哪儿去了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他跟周浩他们在一起，应该没事。没跟你说完呢，给我坐，坐。我说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赵文真亲人家薛洋来着？我问你呢，是不是啊？亲没亲啊？到底？那不想说这些，你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行不行？什么叫不想说呀？不想说你也得说呀。是不是亲没亲？亲了。您知道能怎么着啊？什么叫能怎么着啊？她是不是你女朋友啊？我现在也为这事烦你得管好她，你烦有什么用啊？您别每天逼我行不行？我哪是每天逼你了？我明天去我爸那儿了。你干嘛呀你？我发现你现在真够可以的，动不动出点什么事都找你爸去。你多大了？我现在就去。你敢？现在都几点了？你这时候你找你爸，你爸住郊区呢，深更半夜的你跑他那儿去，你让他还怎么睡觉啊？要去明儿去。行啊，薛洋，这车让你改的真够拉风的。什么时候把我那台也改改呗？哎，凡事都有先来后到啊！我早就跟徐大少打个招呼了，要改也得先帮我改啊。喂？哎呦！叔叔啊，对，薛洋跟我在一块儿呢，要不您跟他说话？哦，成，您放心吧，他一会儿就回去了。哎，叔叔再见。这搬回家里住就是挺麻烦的哈，干什么事儿还得跟家里说一声。哎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跟我们也不说是吗？刚才就那个楚木他那女朋友把薛洋给粉了。啊？不是吧？那女的也太生猛了吧！哎，薛洋，那女的长得也不算难看，你这不算吃亏，你没必要动那么大火气吧？我又不是你，况且这事儿也不是吃不吃亏的问题。那什么问题啊？哦，就是因为她是你后妈儿子的女朋友，你怕以后见面尴尬是吗？尴尬也轮不上我，就是觉得恶心。别墅，正午，踏入开满薰衣草的花园时，我没有想到，一场恍若如梦的艳遇正在慢慢拉开帷幕。我觉得这事儿吧，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。哎，那女的叫什么来着？叫赵文吧？啊，对，赵文。那赵文从一看见薛洋就撒开了膀子放电，一直就没停过。你说在旁边看热闹的咱们俩都已经明戏了，她那男朋友楚木在旁边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哎，这男女朋友之间对这种事儿，他有反应那么迟钝的吗？所以说哈，这赵文要不是对这个薛大少一见钟情，那就是因为有什么别的原因才敢这么生往上扑的呢。那有什么别的原因啊？你想啊，这楚木和他妈刚进薛家门不久，总不能跟薛大少产生正面冲突吧？正好借这个赵文来试探一下，制造点矛盾什么的。而且啊，就算现在这矛盾不爆发，
那以后也可以当上什么引子呀？比如说，哎，分家产时就可以用得上啊。不是吧？我看那小子脸傻憨相，不像是那么有心机的人呀。脑门上刻着聪明俩字人，他就聪明啊？我告诉你，凡是看上去智商不到80的主，那都能造出原子弹来。你看那霍金的长相，长得聪明吗？当然了，你是个例外啊。也是。哎，你去一边待着去。哎，那小子把你弄得那么郁闷，要不要我帮你整整他？怎么整啊？万一整大发了，我们家老爷子还不找我算账？放心，我能让他相当不爽，还得甘心情愿地受着，而且啊，还不知道是谁整的他。你以为你神仙？我觉着吧，你长得特别聪明。你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！你快过来！李阳回来了。李阳，今天甭管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文南和楚木的初衷都是好的，你应该学会宽容点，别太计较。我谢谢他们的好初衷了。楚木的女朋友强吻了我，这样的事我也能不计较吗？啊？真是娶了一个会叫儿子的好老婆。